咁啊，今次會講係由末期腎病去到康復啦嚇。咁咧，我首先會講講關於香港一啲腎衰竭嘅數字啦，跟住會講下啲治療嘅方案嘅，包括係洗腎啦。咁洗腎之中咧有兩種啦，一種叫腹膜透析啦，俗稱叫做洗肚啦。咁第二種洗腎咧就所謂叫洗血，統稱我哋叫做血液透析啦。咁跟住我哋會再講講換腎嚇，即係學名嚟講叫腎臟移植啦嚇。嗱喺香港嚟講咧，如果末期嘅病患者咧，我哋講緊而家同埋10幾年之前咧，其實即係個數字爭好遠嚇。咁咧，我哋大家可以留意下咧，就係綠色嗰條線啦嚇。綠色條線咧，我哋講緊譬如話1996年先算啦，講13年之前咧，我哋全香港咧總共係有615個病友嘅嚇。咁呢個數字咧，其實係香港醫院管理局嘅腎病註冊嘅數字嚟嘅。咁呢個數字就唔包括喺私家醫院覆診嘅病友嘅嚇。咁咧，但係基本上佢係包含咗95%，即係100個包含咗95個病人嘅資料㗎啦。咁所以基本上應該都好全面嘅嚇。同埋呢個數字咧係唔包括啲唔接受洗腎嘅病友嚇。咁咧，我哋發覺如果1996年咧，我哋係有每年係得個615個病友嘅啫。咁如果到緊2年之前2009年咧，就我哋接近1000個病人嘅嚇。每一年新增嘅需要洗腎或者換腎嘅病人，由之前600個而家變咗1000個，其實係增加咗好多嘅。同埋睇翻個速度嚟講咧，其實之前嚟講，你見綠色嗰條線一路上緊嘅話咧，代表個速度一路增加咗嘅。直至到最近先有少少回落嘅趨勢嚇。咁如果我哋用一個每100萬人之中有幾多個人係需要洗腎或換腎嚟講咧，最近嘅數字嚟講就132度啦。你估150個度啦，即係100萬之中有150個嚇，即係1萬人之中就有1個至2個度啦嚇。每年新增嘅洗腎病人呢啲嚇，就唔包括已經洗緊嘅病人㗎啦嚇。咁咧就如果你同外國嚟比咧，其實香港就唔算特別太差嘅嚇。我哋就喺中間嘅位置嚇。咁呢啲就每年新增嘅洗腎嘅個案嚟嘅嚇。咁我哋雖然比譬如話泰國啊、澳洲啊嗰啲地方、法國嗰啲地方會多一啲，但係我哋比起譬如話日本嚟講咧，係最高第4個位度啦。日本嚟講，睇唔到嗰個嘢嚇。如果講上面日本同埋台灣嚟講咧，我哋已經少好多嘅嚇。亦都比美國少好多，你見上面數嘅第4格就係日本啦。嗰個格越長嘅話，代表越多嚇。咁香港嘅幾乎喺中間咁樣嘅嚇。嗱，咁至於話末期腎病嘅病人咧，其實大部分而家嚟講咧，新嘅病人咧，其實接近有一半係糖尿病嘅嚇。咁呢個都反映到咧，我哋食嘢嗰個形式啊，或者生活咧越嚟越好似外國咁樣。我哋講翻咧，譬如話14年之前1996年咧，我哋講緊都係得2成半，即係10個之中有2個至3個係由於糖尿病所引起腎衰竭嘅。但係如果講緊而家咧，10個之中有幾乎有5個都係糖尿病咁呢樣嘢大家要留意嘅因為最得人驚咧，糖尿同埋佢第2號引致腎衰竭嘅血壓，即係紅色嗰度咧，sorry， 依家黃色嗰度咧，最初嘅病徵唔係好明顯嘅。咁咧糖尿病引起咧好多時都係之前可能有5-6年啦，控制得冇咁好咁出咗呢個問題咁樣，是形成咗個糖尿腎咁樣咁至於話第2號嘅原因咧，就係所謂嘅腎小球發炎啦咁你頭嗰3個原因咧基本上呢10幾年都不變嘅糖尿、腎小球發炎同埋血壓高咁至於話糖尿病嚟講咧，香港嘅數字嚟講係喺世界上講係偏高少少嘅都係咁當然就冇台灣或者馬來西亞咁誇張啦。馬來西亞我哋講緊咧係接近6成10個之中有6個係糖尿病引起一個病人搞到腎衰竭嘅。香港係大概4成幾咁至於話治療嘅方案咧，咁離不開頭先講嘅2種啦，洗腎同埋換腎。咁洗腎之中咧，我哋包括所謂叫洗肚啦，同埋洗血嘅咁上面就有一個換腎啦咁如果喺香港嚟講個數字嚟講咧，就個百分比咧，其實講洗肚嚟講，10個人之中佔4個半嘅咁如果換腎嚟講咧，亦都個數字都差唔多嘅，10個人之中佔4個嘅。如果洗血嘅病友嚟講咧，10個人之中佔1個半度啦咁如果我哋淨係抽出啲洗腎嘅病人嚟講咧，其實咧10個之中咧有10個洗腎，唔包括係換腎嘅，10個之中有8個咧就係洗肚嘅。得2個係洗緊血嘅啫咁呢個咧，我唔知叫排第1定排第尾啦咁睇你睇啲乜嘢啦。咁如果香港嚟講就喺最低嘅。如果講緊係講洗血有幾多病人嘅話
10個之中有2個洗血但係我同譬如話同日本或者美國嚟講咧，啱調轉嘅。日本咧就10個之中有接近8個至9個洗緊血嘅，香港就得1個至2個係洗緊血嘅，剩翻一啲係洗肚嘅。所以洗肚嚟講咧，香港嘅 number 係比外國多好多嘅，咁亦都造就咗香港咧喺洗肚方面嗰啲成功咯，咁亦都其實而家陸續有好多外國醫生或者東南亞醫生嚟香港嚟取經嘅都係有時你哋覆診見到有幾個醫生坐我哋隔離嗰啲就係嚟睇下我哋點樣會洗肚點會洗得咁成功咁樣咁至於話洗肚方面咧10個之中有9個咧係所謂叫做可攜帶式嘅洗腎嘅，即係譬如4個鐘頭至6個鐘頭換一次水嘅咁咧就有10個之中有半個咧或者1個咧就一係就用機洗嘅一係咧就夜晚淨係夜晚用機洗，日頭唔使入水個肚度嘅。咁咧，我哋叫夜間嘅腹膜透析咁另外嗰半個咧就係日頭個肚都要洗埋，除咗夜晚要洗之外咁有幾樣嘢想同大家分享啦咁其實我哋入醫院咧或者翻嚟覆診咧，來來去見到幾個問題嘅，可以同大家分享下。第一個最大嘅問題咧就係洗腎前後嘅飲食。好多時咧未洗肚之前咧，啲醫生梗係叫你戒口啦，係嘛？好多時又叫你戒水啦，係咪啊？又要戒鉀啦，係咪？要戒鹽啦，係咪？但係洗咗腎之後就唔同咯喎，因為洗咗腎之後咧，有機會洗肚咧，就將除咗毒素之外，水分都洗咗出嚟嘅。如果洗得太多水出嚟咧，你唔飲翻水落去咧，個人就會脫水㗎啦。第二個陷阱咧，就係洗腎之前就叫大家戒鉀啦，係咪？但係洗咗腎之後咧，就有第二個途徑洗肚咧，就將啲鉀洗咗出嚟㗎。咁如果你唔食翻多啲咧，好多時就搞到鉀會低㗎啦。鹽都係好多時洗咗腎之後，發覺鹽真係低咗嘅咁好多時，所以大家要留意下，可能洗咗腎之後咧，食嘢可能會鬆翻少少嘅會係，但係鬆幾多咧？大家可以抱住一個試嘅形式嚟睇，你試下咁樣食法，翻嚟覆診睇下啲鉀鈉或者啲水分有冇咩唔同如果即係發覺個醫生同你講我仲未夠喎，你可以再食多啲，慢慢咁試上去咁第二個我哋成日見到嘅問題咧，就係量入為出啦。我成日叫要睇重食飯。咩叫量入為出咧？好多時咧，我哋要睇整體嚟講，我哋最要唔好睇佢出幾多水亦都唔好睇佢話出得水其實我哋要睇住我哋出幾多水而決定飲幾多水，應該咁講因為問題如果你出得太多，你唔飲翻落去咧就少啦；出得好少，你飲咗好多落去咧就積喺個身度噶啦。咁所以最準確嘅數據咧，我自己嚟睇咧，就睇翻自己大家嘅體重最好睇翻自己個體重同埋出水量，而決定你食幾多、飲幾多咁如果我出好多水，個體重越嚟越輕嘅話咧，你就有空間去食多啲、飲多啲。如果唔係，個體重就越嚟越輕噶啦。如果調翻轉頭，我出得水好少，個體重越嚟越高，出水少即係積喺個身度啦。個體重越高，即係水分越嚟越多噶咯，即係話。咁你仲唔收啲水嘅話咧，遲啲嚟就腳腫，再遲啲就氣喘㗎啦。咁所以最好嘅體重食飯就睇住個體重決定。如果係越嚟越低嘅話，就可以食多啲；越嚟越輕嘅話咧，越嚟越輕嘅話要食多啲；越嚟越多嘅話，體重咧就要開始要收滯㗎啦。呢個就係個體重嗰度啦。第三因為好多時出事咧就係發肚、心臟同埋中風嘅呢3個都係好大好大嘅問題。呢個係所有洗腎包括洗血都會係嘅當然洗血就冇洗肚發肚呢樣嘢啦但係如果個洗肚嘅話咧，好多時咧就發肚個問題係好緊要嘅，所以大家換水嘅時候真係要小心一啲即係我哋平時教你嗰套要食風扇閂門戴口罩洗手，真係要做足同埋跟足個步驟。如果唔係啲菌咧經條喉仔落個肚度咧發炎，大家都會辛苦啦咁如果控制唔到發炎嘅話咧，咁可能又要掹喉，又要做手術，又要洗住血，又要做另外啲手術，係咪？咁另外頭先所講啦，另外會令到啲病友會辛苦咧，就係講心臟病同中風。咁其實如果洗腎嘅病人嚟講，即係腎衰竭嘅病人講咧，佢心臟同埋中風個問題係比較嚴重一啲嘅咁所以咧就都要譬如話控制好血壓啦，控制好糖尿啊，做好運動啊，控制好膽固醇啊，咁嗰啲都要做翻晒嘅咁咧就其實咧，我哋除咗醫管局之外咧，另外好多有心嘅機構嘅，例如馬會先算啦其實舊年咧開始咧就同醫管局合辦有啲好多嘅
活動嘅。呢個就包括係所謂用機洗，夜晚即係用部機嚟幫大家透析嘅。咁如果有適合嘅病人，好多時我咩嘅適合病人咧，佢成日都發肚啦，又或者佢根本洗得唔係好夠啦，我哋可能會邀請佢入呢個活動咧，就可能佢哋會即係送部機俾你用，個費用可能同你而家洗肚係接近嘅，咁呢啲係第時嘅嘢嚟㗎啦，可能而家未必做得到啦。第時有機會咧，就係用一部機孭住喺身就已經可以洗肚㗎啦。咁其實個原理就好簡單嘅，只不過將啲水泵入去啦，將污糟水泵出嚟過濾咗，再俾翻你。其實好簡單，有啲原理。咁其實而家就試驗緊，希望即係第時有機會可以就唔需要自己換咯，變咗咁就嚇。咁另外一樣嘢就洗血啦，第二種洗腎嘅方法就要洗血。咁其實洗血嘅話咧，其實成日大家都知，因為洗血同洗肚最大嘅分別咧，就洗血咧就係個所謂嘅間歇性嘅治療。我哋可能啲毒素積2-3日先洗一次，一個星期譬如洗2次或者3次先算啦，可能積2日至3日先翻到嚟醫院洗一次血。咁喺嗰4個鐘頭5個鐘頭咧，咁短嘅時間將啲水扯晒出嚟。其實大家都知道，我哋身體嘅血咧其實得5公升到嘅啫。咁但係如果你話每日你重1 kilo 即係1公升，你3日翻嚟係3公升，係咪啊？咁我喺你5公升嘅血入邊扯3公升出嚟嘅話咧，其實大家都好明白血壓一定會跌嘅。咁所以咧希望就唔好重咁多翻到嚟。如果重得越多翻嚟嘅話咧，就洗血嘅時候你抽筋啊、暈啊、血壓低嘅機會就會增加好多㗎啦。第二樣嘢就係個鹽啦，因為有鹽就會儲水嘅。如果食得好鹹嘅話咧，啲水就跟住你㗎啦會。另外就鉀啦，咁鉀嚟講咧，就係你可能大家都會知道，其實喺有啲國家，譬如美國有啲州份咧，佢行刑係打鉀嘅，打鉀個心會唔識喐嘅，咁但係由於因為個腎功能嘅問題嚟講，佢排唔到個鉀出嚟，排唔到咁多，咁同埋你唔係日日洗血啊嘛，咁你積幾日先洗，有機會你臨翻嚟洗血之前個鉀會好高嘅，如果係咁嘅話，就大家有個風險喺度啦，咁所以最好咧就個鉀都要制嘅，咁最尾一樣嘢係磷啦，如果磷太高嘅話，可能引致大家血管會硬化，同埋影響第時換腎嘅機會。試想想，如果血管係硬化咗，好似個膠喉咁樣，一駁就嗰度流血㗎啦，駁唔到㗎會係，咁所以如果洗血嘅病友，希望特別留意呢啲咁嘅地方。洗血同洗肚最大嘅分別咧，洗肚係一個連續性嘅治療嚟嘅，咁所以佢冇呢啲突然間高鉀啊、高磷啊嘅現象出現，咁如果真係發覺係鉀高嘅，當然減少鉀高嘅食物啦。我諗過啲相喺B 座3樓門口，大家可能見到都好熟㗎啦，因為我都喺嗰度影出嚟㗎。呢個就係高磷嘅食物，避免啦咁呢一個咧就係我哋分佈圖啦。咁咧就係講於係喺香港醫管局喺度覆診嘅病人嚟講咧，其實大部分嚟講咧都喺醫院入邊洗嘅，我哋白色度喺醫院入邊洗嘅。黃色嗰啲咧就係所謂喺啲衛生中心度洗嘅，咁基本上係啲好穩定嘅病人，咁油麻地洗腎中心係個個案啦咁紅色嗰度咧係講係啲有啲慈善機構洗緊，譬如話腎科學會呢個腎臟基金會喺禾輋或者深水埗補血嗰啲地方咁另外綠色嗰啲咧就喺私家醫院洗緊，但係翻嚟政府醫院度覆診咁樣咁另外一樣嘢咧，就除咗洗血，其實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咁其中方法咧，我哋叫血液透析過濾，叫 HDF 啦。咁其實咧就大家都知道啦，其實洗血嘅話咧，佢唔係所有毒素都洗到出嚟嘅，洗肚都係。如果毒素係大粒啲咧，佢過唔到個豬頭骨咧，人工腎咧，佢太大㗎嘛，過唔到去嘅話咧，佢聚積嘅。如果長期嚟講會影響啲骨嘅。咁但係我哋其實嗱打素咧都有幾部機去做到呢個叫做血液透析過濾。佢會將啲大粒低嘅分子都可以洗到出嚟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要第一部機唔係好多啦，第二係要大家血管係個血流量要夠先得，即係個血管要做得好先得。如果唔係，未必用到呢部機。咁我哋其實基本上每個病友，如果洗嘅病友，我哋都睇翻個個案。如果佢有需要嘅話，我哋會轉佢去用呢個方法嚟洗。不過大前提就係要個血管係 OK 啦。咁點先知道自己係咪用洗緊 HDF 咧？咁其實好簡單，睇部機就知㗎。咁佢咧就零零舍舍有3嚿豬頭骨嘅。如果睇普通嘅血咧，得一個豬頭骨嚟啫。有啲血喺中間流過，所以粉紅色嘅。但係如果你話用呢個血液透析過濾嘅話，佢總共旁邊有多個豬頭骨，後邊呢個多個豬頭骨，總共有3嚿嘅。因為佢水啲水一定要靚啲嘅。
頭先所講啦，我哋想將啲大粒嘅嘢洗出嚟，但係同時間如果啲水係污糟嘅話咧，會經過人工腎入個病人嘅血嘅，所以洗血水要更加要乾淨。所以點解有0.4多咗2嚿豬頭骨出嚟，就將啲洗血水更加過濾得最乾淨先可以用喺呢個方法嗰度嘅。嗱，咁呢個亦係希望第時可以發生一樣嘢啦，就係一個可攜帶性嘅洗血啦嚇。咁其實而家都有啲病人試緊，當然唔係香港，喺外國啦。咁但係最初嘅階段嚟講咧，嗰部機成11磅嘅，都幾重下嚇。咁就如果真係可以 OK 嘅話咧，就真係可以孭住佢周街去咁樣嚇。但係呢啲仍都係一個研究嘅階段嚟嘅嚇。咁頭先所講咧，亦都係有啲慈善嘅機構啦，就同醫管局有啲計劃做開嘅。第一個咧就係我哋叫共識計劃啦。咁基本上咧就係用翻醫管局去洗血嘅錢，不過出去私家醫院嗰度洗嚇。咁當然亦都要係啲比較穩定啲嘅病人。另外一啲咧就所謂叫夜間洗血嘅，喺屋企洗血嘅啦。咁佢個好處咧就唔需要話每次搭一兩程車翻嚟醫院嚇，咁嚟洗個血，咁喺屋企洗到。咁希望利用搭車啲時間都洗埋嚇。咁其實因為研究講俾我哋聽咧，如果洗嘅時間長咧，其實效果越好嘅嚇。嗱，呢個叫家居加夜間血液透析嚇，喺屋企有部洗血機洗血咁樣。咁香港嚟講，暫時得3間醫院做緊嘅啫嚇，包括咧就伊利沙伯啦、瑪嘉烈啦同埋那打素醫院嘅嚇。咁個效果咧，暫時嚟講係非常之好嘅嚇。無論講個存活率啦，即係生存率啦，個生活質素嚟講咧，我哋講緊有90%嘅病友嚟講咧係可以減或者唔需要食血壓藥嘅嚇。有90%以上嘅病人嚟講咧係唔需要食降磷丸嘅嚇。咁同埋咧，我哋可以同佢減嗰啲補血針，但係血色素都維持得到嘅嚇。咁甚至外國有啲研究講緊咧，就呢度咧就係呢個 NHD 就代表夜間洗血嗰樣嘢啦。隔離呢啲係換腎嘅 ，D 字咧就代表過咗身嘅病人嘅屍腎嘅移植嘅 ，L 字咧就代表個近親嘅移植嘅嚇。咁我哋發覺雖然咧，我哋發覺咧就如果係夜間洗血嗰啲病人嚟講咧，佢多啲病嘅，佢譬如多啲 cancer 啦。多啲心臟病啦，或者多啲係中過風嘅，或者血管病嘅。雖然佢多好多，但係問題咧，佢嘅效果嚟講咧，呢個講嘅存活率啦嚇，生存率咧，基本上咧就同一個屍臟移植嘅病人係接近嘅嚇。深色嘅線就係夜間透析嘅，中間呢個色咧，呢個色咧就係講叫屍腎移植嘅，最淺色嗰個咧就係一個活腎嘅移植嘅，即係近親移植啦嚇。我哋發覺咧，如果係夜晚喺屋企洗血嗰啲病人嚟講，因為佢可以洗多啲咧，個生存率咧係基本上係同一個屍腎移植嘅病人係接近嘅嚇。咁當然啦，嗱咁啊最後一樣嘢治療腎病當然叫換腎啦。咁顧名思義，換就我哋唔係真係攞個腎出嚟換一個落去嘅，係擺個新嘅落去。咁所以基本上係有3個腎喺個身體入邊嘅。如果做完手術之後嚇，個原因咧就係因為如果你真要攞原本嗰2個壞腎出嚟咧，係另外一啲大手術嚟嘅嚇，所以除非係有必要，例如佢多囊腎啦，好大個頂住冇位同你換啦，又或者佢本身係入邊有啲膿包嗰度啦，容易感染啦，係嗰個情況之下先考慮會將你原本嘅腎攞走嘅啫。如果唔係嘅話，換腎嘅意思係加個腎俾你嘅嚇。咁基本上手術嚟講，理論上就好簡單啊嚇，將佢駁咗3條血管，3條管就得㗎啦。一條咧就叫輸尿管，駁去個膀胱，將靜脈駁去我哋嘅靜脈，將動脈駁去動脈，其實就咁簡單嚇。嗱，數字上嚟講咧，喺香港嚟講咧，其實香港大家都知道，其實大部分都喺第2個國家換嘅，當然係講內地啦。但係講緊譬如舊年開始咧，其實已經少咗好多㗎啦嚇，因為奧運之後佢哋執得比較緊一啲嚇。咁如果香港嚟講咧，平均每一年咧就大概有50個度啦，即係講係過咗身嘅病人捐個腎出嚟嚇。咁我講係做手術嘅個案，咁其實計翻數其實都係20零個病友捐嘅啫，即係過咗身嘅病人捐嘅啫，一個捐2個出嚟啊嘛嚇。咁個數字上嚟講咧，其實就每年都增加多咗嘅。咁基本上可能因為大家嗰個教育嘅宣傳做好咗啦。咁至於話近親移植咧，就係呢個呢個灰色線嗰度啦。近親移植係指譬如話個仔仔女女捐俾爸爸媽媽咁啦，或者係太太捐俾丈夫，或者丈夫捐俾太太咁樣啦嚇。咁就當然，如果你話丈夫捐俾太太，太太捐俾丈夫，難度會高啲嘅，因為始終大家係冇血緣關係，未必真係夾得到嘅嚇。咁個數字上嚟講咧，其實比較穩定嘅，每年都係咁上下嘅嚇。
咁至於話呢一個咧就係代表個腎嘅存活率嘅數字。咁如果我哋就係處理得好嘅，譬如做手術好啊，食啲藥好嘅話，呢個數字會最高啦。越多人捐，呢個數字又會捐，亦都會高啦嚇。咁呢個數字我發覺咧，我哋係比較上游位置嘅香港嚟講嚇。咁我哋比起譬如澳洲啊甚至講緊其他歐洲地方咧，其實都好過佢哋嘅嚇。好啦，咁咧就唔好意思，我打唔切啲中文啊。咁當然唔係每個病人都係洗腎嘅病人都可以去換到腎嘅嚇。咁但係基本上咧，如果你洗咗腎咧，就可以有個資格去排隊換腎。咁但係問題咧就，如果某啲病人嚟講咧，我哋通常就提議佢唔好嘅。嗱，第一咧就係佢譬如有愛滋病啦，咁當然大家都好理解呢個情況啦。第二咧就係如果佢係有啲控制唔到嘅譬如話腫瘤啦、惡性腫瘤啦，因為如果換咗腎之後食翻啲抗排斥藥，有機會腫瘤會發得快啲嘅。如果佢有個感染啦，例如個肺癆病啦咁你要醫好咗先至可以再排隊。如果唔係嘅話咧，就換咗腎食嗰啲藥咧，可能搞到肺癆菌會發翻出嚟嘅嚇。另外個病人嗰個意願啦嚇，咁咧就有啲病人嚟講，佢覺得洗肚好地地，佢未必肯去冒一個險去換腎嘅嚇。咁當然呢個係即係每個病人佢自己嘅決定啦嚇。另外咧，要睇翻佢情況啦。如果佢本身係之前好多病痛嘅話咧，可能我哋未必會提議佢做呢樣嘢嚇。年紀啦，咁其實以前嚟講咧，去到60歲咧，其實就自動離開條隊㗎啦。咁其實講緊4-5年前咧，醫管局就轉咗少少嘅政策，而家過咗70歲先會離開條隊，係冇得排隊換腎嘅啫。70歲以下都會有嘅嚇。咁糖尿啦，咁如果糖尿控制得唔好嘅話咧，咁當然我哋未必會去提議佢排隊啦。咁同埋如果糖尿病整到個腎衰竭嘅話咧，其實好多時其他器官都會影響到嘅，例如心臟好多時可能有個冠心病嘅。咁所以如果萬一病友係有糖尿病咧，好多時我哋會叫佢不如做個搭板測驗啦，係嘛，試下個心臟有冇問題先，冇問題先再去排隊。如果唔係嘅話咧，驚佢捱唔到個手術，或者捱咗個手術之後翻嚟先發覺有心臟病嘅話，到時再去檢查就麻煩好多。因為問題打嗰啲針去照鏡咧係會傷個腎嘅。如果係嘅話就做咗冇問題先至去排隊換。咁另外咧，心臟病我哋講咗啦，如果心臟未做搞掂咗先去排隊啦。乙型肝炎、丙型肝炎亦都係個問題。如果個病人已經係肝硬化嘅話咧，就未必適宜嘅啦。因為研究講我哋聽咧，如果個病人已經係肝硬化，換咗腎之後咧，有機會肝硬化嚴重多咗嘅。咁如果佢本身有乙型肝炎嘅話咧，好多時我哋要睇翻乙型肝炎嘅情況啦。如果輕微嘅話，我哋照樣排嘅。丙型肝炎咧，我哋盡量如果可以話醫好咗丙型肝炎先去排隊嘅。因為醫丙型肝炎嘅藥嚟講咧，係可能會引致一個腎衰竭嘅。咁所以就如果係嘅話，就醫好咗先再排隊。咁另外咧就至於個病有機會有幾大機會會復發啦。咁至於個復發嘅機會睇每種腎病唔同嘅，有啲就100%會復發嘅。咁嗰啲我哋同個病人會傾清楚啦。有啲又冇乜機會復發嘅，咁嗰啲又冇乜爭議性。咁基本上理論上就如果個病係容易復發嘅話咧，好多時近親移植我哋就唔係好提議㗎啦。咁最尾咧就係睇下佢以前有毒瘤，即係所謂 cancer 嘅病歷啦。因為佢哋有機會會再復發嘅，用啲藥都會有少少唔同嘅。咁至於個腎臟移植嘅抗排斥藥咧，咁基本上咧可以分4大類嘅嚇。第一類咧就所謂類固醇我哋俗稱叫肥仔藥啦。另外一種咧，我哋叫做鈣條素抑壓劑咁入邊包括咧一係就叫環孢素，一係咧就係呢個叫 tacrolimus 叫他克莫斯咁我哋需要其實是但一隻嘅啫，唔需要兩隻一齊食嘅。第三種類咧，我哋叫抗增生素藥咁係叫 azathioprine 叫做硫唑嘌呤另外一種抗增生素咧，就係我哋所謂個mycophenolate mofactor， 即係嗰個梅粉酸酯咁亦都係是但食一隻嘅啫咁基本上咧，我哋嘅配搭咧都係最初換腎時食3種咁如果喺醫管局換咧，好多時都係食翻類固醇啦、環孢素啦，加埋呢個硫唑嘌呤嘅咁但係如果萬一係對其他藥係唔受得嘅話咧，好多時我會用呢個 mTOR 嘅抑壓劑嘅包括呢個西羅莫斯啦，或者伊維莫斯咁樣嘅食呢啲藥咧基本上係要終身食嘅咁即係除非個腎已經係即係冇功能啦，咁我哋會慢慢同你將啲藥減晒或者停晒嘅。但係基本上如果個腎係仲有功能嘅話咧，係需要以後都要食嘅咁除非你講緊係譬如孖生哥哥、孖生妹妹送個腎俾你嗰種又唔同因為大家嗰個遺傳因子完全一樣
可能未必需要終身食啲藥，但係如果話其他嘅個案嚟講咧，係需要終身食啲抗排斥藥嘅。嗱，咁呢個咧就回答翻頭先有個病友問嘅問題啦，就係關於換腎可以有幾耐啦。咁咧其實咧，我哋其實喺香港嘅數字嚟講咧，我哋就觀察咗12年啦。咁你發覺啦，呢個咧就係一個屍腎嘅移植，呢個就係一個近親活腎嘅移植。我哋發覺咧，呢度就一半啦，基本上嚟到呢度嚟講咧，都未 cut 到一半嘅，即係我哋意思就係話一半嘅病友係多過12年嘅。咁所以個效果個成績係其實非常之好嘅。你都發覺，如果近親移植咧，亦都比一個屍腎移植咧係起碼好1至2成嘅效果嘅會係。咁頭先所講啦，啲藥係要終身食嘅。第二樣嘢咧，有啲藥咧係需要調教嘅。咁大家可能知道啦，我哋嗰個環孢素啊或者 FK 咧係需要每次翻嚟都要驗血嘅。因為問題嚟講咧，就啲藥太高咧就會傷個身體嘅。例如可能會引致到手震啦，例如可能引致個腎會弱咗啲啦咁樣亦都抵抗力會爭啲啦，唔夠當然會容易有排斥啦。咁同埋另外一樣嘢要想同大家分享翻咧，就你啲藥咧就可能會同其他藥會撞嘅。咁所以如果大家每試一隻藥之前咧，最好同翻醫生商量翻，可唔可以試呢啲藥？因為我哋試過咗病人咧喺出邊食緊啲藥，同我哋食緊啲藥去撞，搞到環孢素或者 FK 好低。又或者食咗第啲藥搞到 FK 或者環孢素嘅份量好高。都有呢個個案嘅。咁所以就如果試咩藥，最好同翻我哋傾翻。咁咧，我哋都發覺咧，就有部分病友嚟講咧，就唔係依足食啲藥嘅。咁呢個其實理解嘅，因為始終嚟講個病咗咁耐咧，可能即係正如頭先有個腎友講，可能會偷雞少少都未定係嘛。咁但係問題呢樣嘢其實唔鼓勵嘅。因為根據研究嚟講咧，大概有10個之中有2個至5個嘅病友咧，換咗腎嘅病友咧，係唔依時嚟食藥嘅。我哋發覺呢啲病人咧，如果萬一佢唔依時食藥咧，佢增加咗排斥嘅風險啦。咁下邊呢個咧係唔依時食藥嘅。呢上邊應該依時食藥嘅。隔離呢個咧就係有冇排斥嘅百分比啦。如果佢唔依時食藥咧，佢係多啲人係有個排斥喺度嘅。咁同埋咧，如果佢唔依時食藥嘅話咧，其實移植失敗嘅個案咧，可以多7倍咁多。咁將啲出佢嚟嘅幅相就答咗你個問題。咁我強調一樣嘢咧，就無論講洗腎好換腎都好啦，其實都可以過翻啲接近啲正常嘅生活嘅。其實最好嘅例子就阿孫生啦。咁佢起碼而家仲帶領緊我哋啦，係咪？咁你根據翻醫管局個統計嚟講咧，白色呢個咧就係講緊佢係做嘅家庭主婦啦。當然對於我嚟講係個職業，即係可以照顧翻成個家庭。紅色呢個咧係可以做翻一個全職嘅工作。黃色呢個咧係做翻一個叫 part time 啦，即係做翻一個局部嘅工作。灰色呢個咧就係嗰個退休嘅。我哋發覺咧，基本上又有7成半嘅病人嚟講咧，佢係可以做翻以前嘅崗位，全部或者局部。咁所以咧就其實洗腎真係會幫到大家康復。洗腎或者換腎都幫大家康復。咁呢一個咧數字上嚟講咧係講佢有冇病徵。即係洗咗腎之後有冇病徵。白色呢個咧就係洗咗腎或者換咗腎咧，呢度係完全冇病徵嘅6成以上。咁另外咧就紅色呢個咧就有輕微嘅病徵。黃色呢個咧就係有喐動得緊要嘅時候先有病徵。我哋發覺係接近嘅9成，即係10個有9個病人洗咗腎或者換咗腎咧，就可以過得翻即係比較接近正常嘅生活嘅。不過亦都強調一樣嘢啦，洗腎唔可以代替全部嘅腎功能嘅。因為問題正如頭先所講，有啲毒素佢洗唔到出嚟嘅。咁例如話搞到大家痕嘅毒素先算啦，佢洗肚或者洗血未必咁容易洗到出嚟嘅。咁咧同埋咧就我哋嘅腎除咗係清除毒素之外，亦都係造血嘅，佢做啲荷爾蒙出嚟造血嘅。咁如果我哋完全個腎係冇晒功能嘅話咧，好多時都需要打啲補血針啊，或者食啲維他命啊咁樣嘅。咁所以咧，我哋希望一樣嘢咧就係第一就係一定要，雖然大家洗緊腎，但係希望大家都照顧翻剩翻落嚟嘅腎功能，因為會幫到大家，無論講一個存活率嚟講啦，或者其他荷爾蒙啊、血色素嚟講，會幫到大家嘅。咁點先會保持到嗰個剩翻落嚟腎功能咧？當然定期覆診係緊要啦。咁第二方面咧，就之前我哋同阿李錦淵教授咧我大家知佢嘅意思。咁我哋大家都出過一份文章係講有啲補腎嘅7式嘅點樣補翻剩翻嘅腎功能嘅。咁包括係乜嘢咧？包括就小心啲藥物啦。
有啲藥物我知道會傷腎嘅，例如市面上所買到嘅止痛藥啦。我哋唔係講必理痛，係講所謂啲消炎嘅止痛藥。好多時俾嗰啲止痛藥咧，就加埋為一齊食嗰啲咧，嗰啲多數都會傷腎嘅。嗰啲盡量要避免。某啲抗生素係會傷腎嘅，嗰啲要避免。不過嗰樣嘢就可能會同你個醫生嚟大家商量一下。另外中藥小心一啲，因為頭先所講，我哋見清一啲都唔係咁好嘅個案，咁所以如果真係要試咧，就最好同我哋商量咗先，咁同埋有一啲中藥咧，其實真係會傷腎，甚至引致有啲腎癌嘅，咁另外咧就最好就避免一啲對照嘅造影啦。咩叫對照造影？係打啲顯影劑喺身體上面嗰啲造影，例如照個腎啊，例如有時照個腦啊，需要打啲顯影劑噶嘛。即係除咗對顯影劑有敏感嘅話咧，其實顯影劑本身嚟講都會傷腎嘅，咁盡量避免呢樣嘢，咁要控制好血壓，如果血壓控制唔好咧，唔單止你心臟有問題，個腦有問題，個腎都會揸得快啲嘅。另外咧就除咗食藥之外咧，其實仲有好多方法可以幫我降低個血壓嘅，例如就唔好過多嘅水分。如果發覺自己嘅腳撳得粒，受水腫越嚟越重嘅話咧，可能啲水要收一收啦，唔好飲咁多水啦。你減到水嘅話咧，其實血壓都可能會落翻。第二咧，要定期嘅運動，要戒煙，同埋要減低個壓力，都要幫手減低個血壓嘅。另外咧就會避免低血壓啦。如果你個血壓太低咧，佢根本唔夠壓力供應啲血去個身個舊腎嗰度。咁同埋唔好脫水啦。脫水即係例如你嗰排嘔屙嘅話，都盡量可能飲翻啲落去。如果萬一飲唔到，就可能入醫院你吊鹽水嘅啦要，因為脫水血壓就會低，低個腎就會有個傷害喺度。另外咧就好多時咧洗腎之前咧，我哋唔敢俾你哋嘅藥嚟食嘅，我哋嗰啲叫血管張力素轉化酵素抑壓劑，一個好長嘅名嚇。咁好多時咧呢啲我哋叫補腎嘅血壓藥嚟嘅。如果初期腎病好多時會開呢種藥嘅。咁但係去到接近末期嘅話咧，因為呢啲藥咧會引致個鉀會高嘅，咁所以變咗差唔多個病友係差唔多去到個腎好弱嘅時候，我哋會停呢啲藥嘅。咁但係當個病人洗緊睇翻腎，無論係洗血好洗肚好啦，我已經有途徑將啲鉀或者其他毒素洗翻出嚟。好多時我哋俾翻呢啲藥你食嘅，咁所以如果大家譬如啱開始洗腎嘅話咧，就如果我哋唔記得咗，你可以提翻我哋，呢隻本身係啲血壓藥嚟嘅，咁但係佢有個補腎功能，我哋計個數，如果我哋補到我哋剩翻嘅腎液個功能，每分鐘1毫升嘅話咧，我哋每日可以洗少一包水嘅，咁就呢啲藥會幫到大家，另外，如果糖尿當然控制好血糖啦，另外要定期做翻運動啦，咁同埋當然要戒煙，因為戒煙係真係會傷腎，唔好講話即係個錢銀嘅開支方面咁亦都提翻一樣嘢咧，其實好多時咧個腎病初期咧係唔係太多病症嘅，咁咧就可能咧發覺就係小便好多泡，又或者小便有啲血，紅紅地咁樣，好多時係賴熱氣啊成咁樣，拖拖下又可能又唔記得咗，嚴重啲咧可能就係腳腫啦，面腫晒隻腳咁多粒咁樣，但係呢啲比較嚴重啲嘅個案，去到真係要腎衰竭嘅時候咧，好多時啲病徵先會明顯一啲嘅，例如可能唔好胃口啦、作嘔啊、攰啊。咁咧就或者貧血搞到容易氣喘啊，最嚴重啲可能會抽筋或者昏迷咁樣，我哋唔想去到咁後嘅階段，因為問題咧，我哋知道如果去到咁後嘅階段咧，其實冇彎轉㗎啦，因為其實而家好多時咧有第啲醫院轉介啲病友嚟我哋嘅時候咧，其實講緊已經係一個接近末期嘅腎病，其實我哋可以做嘅嘢其實已經好有限，即係我哋可以做嘅嘢只係將個病延遲咗。可能話3年要洗，而家我變咗6年之後要洗，但係問題我唔可以徹底停咗佢，或者變翻到正常，咁所以基本上我哋想出邊啲醫生係早啲轉介啲病人俾我哋睇，但係亦都喺度提翻大家咧，希望即係病向淺嗰度醫，病向淺中醫，因為如果你個病越唔深嘅話咧，我哋越有把握，希望控制到個病，甚至希望可以還原到個病，咁基於呢樣嘢咧。咁其實腎科學會咧之前我哋做咗啲研究嘅，咁亦都有在座可能有啲病友幫過手嘅。咁呢個第一個研究咧，其實講緊係05年之前嘅，講6年之前嘅啦。我哋基本上就喺屋邨入邊做個街頭一個檢查，同佢驗小便啊、度血壓啊。我哋發覺嚟講咧，我哋用年紀嚟分先算啦。如果20至40歲嘅病友嚟講咧，10個之中有一個咧，就一係血壓高，一係小便又唔正常，一係有蛋白，一係紅血球。如果41歲至60歲嗰咧，10個之中有2個半到啦，
係有呢個問題，大過60歲咧係有3個半。呢啲病人係呢啲朋友咧，應該講嚇，佢係完全冇腎病嘅病徵嘅嚇。咁所以其實基本上咧，其實好多腎病其實潛在咗喺社區嗰度，佢未發覺得到嘅嚇。另外一方面咧，我哋喺2年之前咧，亦都揾大家腎友幫手過，係攞啲問卷翻去俾屋企人去做，屋企人就走去嗰度驗血、驗小便、驗血壓嘅。我哋發覺，如果係一個直系親屬，咩叫直系親屬咧？就係個病友嘅爸爸媽媽或者兄弟姊妹去驗嘅話咧，我哋發覺咧，佢有更加高嘅百分率咧，佢係有呢個腎病嘅病徵，一係血壓高，一係小便有蛋白，一係紅血球嚇。如果嗰個病友嘅親屬年紀越大，呢個機會越高。如果佢越嚟越肥胖，呢個機會越高。如果佢食煙嘅話咧，個腎弱，亦都腎病機會越高嚇。咁所以咧，希望大家除咗自己之外，留意下屋企啲人嚇，睇下佢有冇呢啲咁嘅情況。第一，如果係直系親屬嘅話咧，就你可能有機會，你嘅直系親屬可能有機會有腎病。第二，就如果佢本身嚟講有糖尿血壓嘅話咧，即係你嘅直系親屬喎，佢都有機會腎病。如果加埋其他啲病徵咧，例如小便有泡啊、有血啊、腰痛啊、腳腫啊，如果有啲情況就應該要盡早揾醫生睇睇，其他佢會唔會真係有腎病？希望早啲發現佢哋有問題，早啲幫到佢哋嚇。咁當然有問題就要揾醫生睇啦嚇，睇下佢有冇安排身體檢查嚇。我諗我講就係咁多啦嚇。咁睇下大家有冇咩問題，可以大家分享下。